港是骑铁马挑战台北高雄一日双城，骑154.7公里，骑7点钟到48分，早暝将近11点骑到高雄，早起8点就甲太太陈培琪做伙食早顿，刷落来甲600外位的企业家会面做专题演讲，讲伊的人生观。 郭文天透早起床，穿西装，跟太太陈培琪食完早顿，还佫赶行程。韩国瑜之前打选战的时候也住这边啊，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碰面啊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那有预计这一趟会跟他碰面吗？我不晓得嘞。无确定敢会甲高雄市长韩国瑜见面，不过确定的是郭文天人无啥爽快。身体有调养好了吗？谁？你啊，你啊。一直在咳啊。虽然酷酷少嘛是在走行程，早起有一场专题演讲。 到现场就好，媒体甲支持者包围掉咧。来，这边的摄影小心，你们后面有东西，后面有东西。真无简单，入到会场，现场参加差不多600外个企业界代表，伊则是邀请讲伊的人生观。28纪念日这日天，台北市长郭文天是骑脚踏车挑战台北到高雄。 沿路有真侪民众伫欢迎，暗时将近11点到终点站高雄，700外人伫现场加迎接，完成铁马任务。郭文天这摆无挑战专程，是分南北两段分开骑，总共骑154.7公里，用7点钟过48分钟。郭文天踏上高雄地盘，积极甲高雄产业界座谈，佮要拜会前总统陈水扁，佮去屏东参观台湾灯会。 伫南部行透透接地气，有人认为讲这是替总统大选的铺路，被封为代表上强的阿伯郭文天，答案敢若伊家己知影。